今日係9月16號星期二，幫港出聲即日快遞為大家帶嚟一宗城巴司機喺行駛中被飛嚟嘅鐵通插胸，險釀重大交通意外嘅新聞。9月15號下晝5點46分，一架載有唔少乘客嘅967號城巴，沿住大欖隧道前往元朗，突然被一支約2米長嘅鐵通飛插車頭，貫穿擋風玻璃之後，直插65歲羅姓司機嘅胸口。所幸司機保持冷靜，一邊向乘客求助，一邊忍痛剎車，全車乘客都安然無恙。市民拍手稱讚車長嘅專業之餘，背後卻暗藏咗一聲沉重嘅嘆息。呢場意外本來唔一定會發生。據報道，事發前約40分鐘，市民余先生駕車駛經案發現場附近，已經發現喺馬路嘅中慢線有一條鐵通喺度。余先生5度致電大欖隧道管理公司24小時熱線通報，熱線雖然能夠打通，但係1-2秒就冇聲出兼收線。結果40分鐘之後，鐵通疑被沿途嘅車輛剪起，直插巴士司機胸口。余先生慨嘆好無奈3個字，道盡市民對安全機制漏洞嘅不滿。今日9月16號，管理大欖涌隧道嘅交通基建管理有限公司回覆傳媒查詢，表示經過調查之後，揭發熱線電話對話錄音裝置嘅轉駁機制失靈，令到外部電話冇辦法接駁至隧道人員接聽。經過搶修之後，今日朝頭早先恢復正常，管理公司就事件致歉。據報道，警方同日晚上拘捕咗一名重型車司機，懷疑駕駛貨車駛經該路段嘅時候，有鐵通跌到馬路上，引致呢宗意外。同時，另有一名司機提交車 cam 片報案，指喺同一路段被跌落嘅鐵通損毀車身。不幸中之大幸，呢次城巴司機未受致命傷害，而且臨危不亂。佢如果不幸當場昏迷，巴士翻側或者衝出行車道，後果點會只有1個人受傷呢？意外之後，唔少人建議，如果發現道路上存有可能造成危險嘅雜物，或者可以請附近嘅警署派員先行處理，不失為可行辦法。但係長遠而言，仲需要多方面，特別係公共交通路段嘅管理公司配合，先至能夠減少呢啲人為嘅馬路炸彈。深究事件嘅根本原因，或者在於道路嘅雜物管理長期被忽視。市民反映，近日貨車同埋斗車甩貨嘅情況不時發生。運輸署等部門有必要加強突擊檢查，對未妥善覆蓋貨物嘅車輛作出即時嘅罰款、停牌、追究法律責任。馬路意外一單都嫌多，一支鐵通、一條熱線，數次冇人接聽，差啲改寫咗數十人嘅命運。城巴車長以血肉之軀擋下災難，贏得全城敬意，而通報機制被質疑形同虛設，就極需檢討。相關持份者應該痛定思痛，正視問題，唔好令今日嘅有驚無險變成聽日嘅追悔莫及，唔好再讓盡責嘅司機用生命嚟填補制度嘅黑洞。